这是比较礼貌的说法。如果是比较简略一点，就可以把你去掉。สบายดีไหมครับ？对，如果再去，如果是关系更好一点的，把这 club 也可以省略啊，那就是中间的。สบายดี สบายดีไหม？สบายดีไหม？对，สบาย，这个 by 一定要拉出来啊，สบาย一定要拉出来。สบาย 对，สบายดี สบา สบาย ย ดีสบายดีไหม？ สบายดีไหมครับ？对，如果你要是跟你的好朋友呀，关系特别好的泰国朋友呀，不需要太这么礼貌去说一些话的话呢，就是你直接说 s a b a i d mai， 这样说还是比较拉近关系的，亲近嘛。好 s a b a i d mai 啊 s a b a i d mai， 嗨。